呢個發展商究竟係發生咗咩事？點解成間屋咁樣送咗咁多嘅面積俾到你啊？成30個平方米啊，都係送俾你嘅。入門口7.5個平方米都係送嘅，仲帶咗咁靚嘅一個綠地玻璃飄窗，望住咁靚嘅一個園林景觀啊！唔止單咁樣啊，入門口呢個房間又係送俾你6個平方米，到呢個位置已經送咗接近14個平方米俾到你。更加驚喜嘅係呢個客廳開間足足去到6.2米，我唔講呢個係128個平方，你係咪會以為佢係856個平方米啊？而且成個戶型做咗一個南北通透嘅設計，非常之舒服啊！平時打開窗咧就可以空氣非常之流通，而且呢個小區咧仲係現樓即交樓嘅情況下，仲帶咗3個羽毛球場、3個籃球場、2個網球場同埋2個泳池啊，非常之方便啊！你哋中意呢啲健身打波嘅朋友真係有福啦！廚房位置明窗嘅設計情況下 ，Blanco 嘅星盤啦，西門子嘅廚房新面圖、歐派定製櫃呢啲冚唪唥都係交付標準，所見即所得，非常之闊落溫馨嘅一個設計，可以滿足你3代同堂，同時喺呢度居住。翻到我哋嘅休息區，感受一下先。長輩房又係送咗面積俾到你，長輩房嘅對面就係公共洗手間啦，2段式 total 馬桶圍都係交付標準。呢度就係你小朋友嘅房間啦。最後翻到我個人最中意嘅主人房啦，夠唔夠大氣啊？擺低張2米嘅床，佢依然可以做到咁闊落嘅一個空間感俾到你，而且呢啲櫃、呢啲衣櫃都係高標，仲帶咗主人房嘅一個陶瓷俾到你。而且咧，僅需要20.5萬度嘅一個價錢就可以攞低呢一套現樓嘅128平方豪中現樓啦。去到南平華華商都揸車唔到5分鐘，去到港珠澳大橋人工島以及港北口岸揸車唔需要20分鐘，非常之 OK。而主流巴返到香港、澳門都係非常方便。感興趣嘅朋友可以喺評論區 call 3條6，我係小啱，點個關注帶你睇樓。